它是天地的觉伟，它是送往迎来的表现，它是待人处事的根本，它是修身立命的功夫，它是尊敬天下之法门，更是准节退让的德性。所以礼可以包含来讲，为人处事、待人接物，这个都是礼呀。尤其在末法当中，就是注重的这个，我们《道德经》老子所讲的，先有道，到了就要实际的变成德，德再变成人，人变成义，这要成礼。讲道理，我们现在诸位，现在的国家社会乱不乱？乱，礼者乱之所也啊。所以我们要从这边把他教导，让他知道，你做人处事是要以什么来作为标准，作为根据。三字经讲的这个很清楚啊，养不教怎么样？父之过。小义你讲出话，母爱更偏啊，人爱教事啊。细汉若无雕，大汉雕袂挑。不，细汉若无雕，大汉雕袂挑。细汉人捌理，大汉伊就无讲情理呢。来，从小我们培养他，教育他，重要不重要？很重要哦。所以养不教，父之过；教不严，怎么样？惰。所以要不要学礼？要，因为你不学礼，你日常生活当中你就没办法立足啊。因为人与人之间啊，就是站在这个角色，你做得好，哦，就刚才讲的，礼者礼也，有礼可以怎么样？走遍天下，那无礼呢？寸步就来。所以我们这个礼是应用在我们刚才讲的道在生活当中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这要不要礼，也是用在生活当中，要啊。所以有一次孔老夫子的弟子大弟子颜回啊，他就请教孔老夫子啊，什么叫做仁？他说：克己复礼，谓之仁，对不对？能够克己自己的私欲，然后回复天理，那这个叫做仁。那颜回弟子他不是不懂，他为了让他弟子知道，所以他又请问了。那它的条目是什么？简单，就是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在我们视听言动当中，我们都能够把守得好。所以是非有没有？上面第一个是，底下一个非，是非不守成什么字？罪过嘛。所以该你听的，该你看的。该你讲的，该你身体举动去表现出来的，你都要以礼作为根本，作为准则啊。那你人生当中，刚才讲你 EQ 好不好？都教你来讲 EQ 好不好？EQ 不好，那道德 MQ 好不好？MQ 道德就高了啊，道德就高了哦。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知道，在我们所有的日常生活当中。刚才也提到了以身作则啊之外，以礼要教导他。那以礼教导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行住坐卧啊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难怪佛经在讲，尤其在地藏王菩萨里面，菩萨经里面他谈到，我们所有言行举动，在我们阎浮提这个众生里面啊，我们的言行举动啊，无非不是罪，无非不是业。所以佛经在讲了，我们的起心动念如果不对，就是你不合乎刚才这个理嘛。那既然不合乎这个理啊，那你人生当中啊，你的处处就难行了。所以在身为父母要作为好榜样，第一个就是要以身作则，第二个就是要以礼教之。但是父母，或者这边在补充，有一个比较好的角色，就是
讲带囝甲家母带囝，较紧较好，家母带囝好还是家家母带？我这里不行，错。哦，女孩子在带子女是比较好，对不对？因为她有一个母爱。所以第三个部分就是要相夫教子，这是讲到我们坤道的这个角色。因为他如果有办法相夫教子，这个家庭里面会不会和谐？好，会。所以有一次老师在开训的时候，他就讲一句话，他说坤道的角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因为一个成功一个成功的背后的往往都有一个伟大有贤德的女性。这个女性她必须遵从三从四德的善良。所以第一个相夫有没有？成功的男人背后的女人是太太。你看一个大的企业家，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社会比赛的社会都是有这样，所以太太的角色非常好。你的太太我老公的和谐，所以台湾的主公木桶它在提水的桶有没有？是用木头做的，另外有嘛那木头后面外面有那个什么？摊扣。所以我们形容女孩子就像个摊扣，对不对？摊扣重要哦，重要呢。所以你必须去从所以如果一个在家三从在家出家或者先生过世之后，他的角色都扮演得非常好还有能够遵从事者妇德、妇言、妇容、妇功那今天我不讲这个，但是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吗？我只是要让你知道，一个坤道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，但是最重要当中，他绝对不离开什么三从四德。不是现在人讲的三从四德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不效法这样，对不对？三从要盲从，对不对？要跟从，要什么从？什么德？要记得，是太太的师傅要讲的对不起，太太的师傅要记得，化妆要整德，什么要德？或者什么三种，从不讲理，从不怎么样的有没有？或者什么不得，说不得，打不得，卖不得，什么不得？这样子，现在旧的观念跟新的观念不一样。但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求道？因为凡夫众生末法的众生失去了这个道。那既然失去了道，种下了一个不好的因，刚才讲会得好的果吗？不会。所以最后我们讲，我们现在是个什么末节三级末节那我们这个结束是为什么有结束？这个结束是从哪里来的？人心嘛。人心不造，蠢动不造的我们这个我们男孩子讲的三纲五常女孩子的三从四德，我们不照这个道理来做了。所以我们今天道德韵律是这样。所以今天我们的道是因为有节才得道因为什么有节？因为人心嘛。节是因为人心的转变才会降这个节。那因为有偏多，像我们这个有根基的人，这么有善根的人，所以善根是非才降这个道。那既然降这个道，我们要不要从这个道去着手？对要从日常生活这样去做才对的。好，第一个就是我特别讲，那第二个叫做教子。一个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是妈妈。刚才讲的是太太，再来讲妈妈好，有一句话是这么讲的，我看见还不错，可以放在这里面妈妈是什么？妈妈就是放弃了身材，留下疤，吃喝
心如鼓啊，付出所有一切。所以我们后面谈到了父母的恩啊，高如同山那么高，深从大海那么之深啊。所以我们后面谈到义报之德啊，是昊天罔极啊。所以教子怎么样来教育孩子？是刚讲是在父母在以身作则啦，以礼来教他嘛。你看古代的孟子怎么样？孟母三迁，是不是母亲？还有岳为武，岳法力，科见中报，一孝作中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在《诗经》里面谈到了桃之夭夭，其叶蓁蓁，之子仪归，宜其家人啊。一个女孩孤养啊，她在家的时候，刚才讲，在家要什么？跟从嘛。从父母。就是要跟从父母啊。这父母做法，那嫁过去会不会好不好？好啊！所以以前啊，开始啊，查甫人啊要娶某，是毋是爱看伊迄家，敢看祖囡仔？看娘嘞。看规家，看时大人的教育，时大人俩教育好，这祖囡仔同伊哪？所以后再来到咱这里，第二个家庭，他就整个家庭他会料理的非常非常好啊，所以那个桃之夭夭代表那个得到谁家种的那个青翠啊，叶子也茂盛啊。那请问诸位，叶子茂盛，长得非常老，那个会不会生那个桃子会不会生出来？会啊，它代表他有这种德性，这是眼睛有一种德性的时候，在家就教育的这么好。出到那边会不会相夫教子啊？会呀、那整个家庭会不会和谐？会呀、所以婚道其实有3个角色，第一个夫